2024年上届新的幸福城市指数公布啊，前17名拢伫咧欧洲，这亚洲呢，干那日本的台版，抑个新加坡市，抑个南韩首尔有入去金牌组。来讲到咱台湾有入去的城市呢，排伫咧前100名的是第46名的台北，64名的高雄，和88名的桃园。你生活的所在敢唔幸福？在台北生活幸福吗？还不错啊，就是食衣住行这件事情都还蛮方便。现在桃园其实那个进步也很大呢，交通的设施、文艺活动啊、市集啊那些，还有亲子的设施也都发展得不错。总部伫英国伦敦的生活品质研究院最近是发布幸福城市指数的报告，研究人员是以人民、政府、环境、经济、交通移动性等5大对幸福有直接影响的指标，对全球250个城市来做评分，总分上悬的前17个城市拢伫欧洲。台湾有3个城市伫100名以内，入来到金牌组，就是排46名的台北、第64名的高雄和第88名的桃园。这个民众对这是正面的看法，不过嘛有人提出会当改善的所在。因为我机车族嘛，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机车不友善，就是在路上觉得好像有点危险。他生活步调比较快啊，对。那我们这个中年人适合慢活。道路的卫生，国外的就是街道蛮干净，多一点垃圾桶。这几年逐步的，包括说增加我们的绿地的面积，交通可以更便捷，不同的这个指标的这个参考。来加速我们城市转型的力道。做一个港岛的省长、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会把相关评比列作城市治理的参考，继续打拼打造一个永续宜居的城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